暑假啦，升中嘅預備班啦，可以幫大家手睇下喺你呢個假期裏面，會唔會用翻幾個禮拜嘅時間預備一下中學嘅課程啦？6月24號，即係下星期三啦，個 live 嚟嘅，我哋升中放榜嘅攻略啊，派到一個心儀嘅學校，唔心儀或者心儀與唔心儀之間應該點樣做呢？7月2號夜晚啊，喺香港嘅時間夜晚9點鐘，咁咧都會同大家講一講，喂，究竟喺放榜前最後啦，有啲乜嘢需要準備？如果你有機會想去叩門，或者你會計劃叩門嘅，咁應該點樣做好呢？即係喺7月5號啦，星期一嘅夜晚都係香港時間啊，9點鐘係一個我哋傍住你放榜嘅一個前奏版啊。所以咧，郭 Sir 咧喺7月6號嘅夜晚咧，夜晚香港時間8點半都會開一個 live，不過唔會開好長噶啦，可能一個比較短啲嘅時間，同大家即係打下氣。咁當然啦，7月7號晚放榜當晚呢，咁啊報喜報憂區呢，我哋都會繼續噶啦。咁記得未報名嘅同學快啲報名，報咗嘅同學咁啊預備一下，mark 低呢幾場嘅 live 呢，我哋嘅時間啦。咁啊希望呢，到時喺 live 啊，或者我哋嘅分班試特訓啊，甚或者我哋嘅升中預備班呢，都可以見到大家啦。大家好，我係郭 Sir。小六嘅同學畢業試已經考完啦。咁究竟今次畢業試大家考成點呢？派咗成績嘅你有冇覺得，如果萬一需要去叩門嘅時候呢，係有啲幫助呢？如果係冇乜幫助嘅，又應該點做呢？咁郭 Sir 都覺得，既然畢業試都已經完成咗啦，咁不如即係放鬆一下，諗下嚟緊呢個暑假有啲乜嘢計劃，有啲乜嘢準備。想去旅行嘅你應該已經計劃好啦。如果諗住準備中一嘅你，有冇報到我哋升中嘅呢個分班試啦？嗰個特訓呢？咁如果報咗嘅，咁啊恭喜你啦！咁到時我可以見到大家啦。咁如果未報嘅，快啲報啦！呢個 QR code 或者下面呢資訊欄呢，有條 link 可以幫到大家手嘅。咁除此之外，仲有我哋暑假啦、升中嘅預備班啦，可以幫大家手睇下喺你呢個假期裡面，會唔會用翻幾個禮拜嘅時間預備一下中學嘅課程啦？咁過去嘅一啲日子呢，都睇到好多同學有時可能有啲成績未必係咁理想嘅同學呢，佢哋喺即係中一嘅上學期啦，可能未係咁適應到嘅時候呢，而暑假又冇預備，令到佢哋呢喺成個中一嘅學期裏面呢，可能成績上面即係唔能夠突破啊，甚或者呢，即係跌咗落嚟啊，比起過去小學嘅時候呢，真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落差。咁呢個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嘅，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。而另一樣嘢呢，就係啦，嚟緊究竟喺放榜前，我哋仲有啲乜嘢嘅活動啦？我哋叫做去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呢。咁啊，同大家講下預備一下啦。咁首先啦，我哋有6月24號，即係下星期三啦嘅一個 live 嚟嘅，OK，我哋升中放榜嘅攻略啊，因為咧要就翻郭 Sir 嚟緊，可能即係都有啲假期啊，係郭 Sir 放假，咁所以我哋 live 咧今年可能提早咗少少，咁同埋個時間上咧都有啲唔同嘅。咁夜晚係9點半，咁會同大家一齊講下，究竟咧有啲乜嘢要預備一下，諗一諗，同埋咧你究竟派到一個心儀嘅學校，唔心儀或者心儀與唔心儀之間應該點樣做呢？呢個郭 Sir 會同你分享下。如果有嘢需要準備嘅，都仲有時間啊嘛。咁之後一個禮拜啦，7月2號都係啦，夜晚啊，喺香港嘅時間夜晚9點鐘，咁咧都會同大家講一講，喂，究竟喺放榜前最後啦，有啲乜嘢需要準備？如果你有機會想去叩門，或者你會計劃叩門嘅，咁應該點樣做好呢？咁接住落嚟啦，咁啊即係喺7月5號啦，星期一嘅夜晚都係香港時間啊，9點鐘，咁就會係一個我哋傍住你放榜嘅一個前奏版啊。因為呢7月6號晚呢，郭 Sir 呢就應該係會準備去上飛機，未必可以同大家開到 live，但係呢，我都預備咗一啲時間嘅。所以咧，郭 Sir 咧喺7月6號嘅夜晚咧，夜晚香港時間8點半都會開一個 live，不過唔會開好長噶啦，可能一個比較短啲嘅時間，同大家即係打下氣，鼓勵下大家，同埋每一個年度啊，升中嘅同學，郭 Sir 咧都好似傳統咁啦，或者一個習慣啦，希望咧嗰個夜晚咧都同家長一齊傾下、講下，甚或者就算冇家長聽、冇家長留言都好啦，都可以鼓勵下，可能你喺過咗之後，同大家再分享一下，再講下啊，其實即係升中呢件事未必係一個咁可怕、咁難去度過嘅一個日子嚟嘅，就係咁啦。咁當然啦，7月7號晚
放榜當晚呢，咁啊報喜報憂區呢，我哋都會繼續噶啦。因為郭 Sir 咧喺放榜當日一定係飛咗翻嚟香港，同大家一齊度過呢個日子啊。無論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又好，或者未如理想需要郭 Sir 去幫助都好啦。咁郭 Sir 都已經預備好咗，同大家一齊去度過呢一日啊，放榜日啊。咁之後嘅日子啦。記住啦，咁準備 Pre-S1 啊，又或者啦，升中嘅預備班啦，大家所有要準備嘅人呢，都可以揾郭 Sir 睇下有啲咩可以幫到手。記住，有啲乜嘢問題呢？呢個 QR Code 就可以幫到大家噶啦。如果真係諗唔掂嘅，即管 WhatsApp 郭 Sir 睇下呢。喺呢個仲有少少嘅時間底下呢，仲有啲咩可以幫到大家手？咁記得未報名嘅同學快啲報名，報咗嗰名同學咁啊，預備一下 mark 低呢幾場嘅 live 呢，我哋嘅時間啦。咁啊，希望咧到時喺 live 啊，或者我哋嘅分班試特訓啊，甚或者我哋嘅升中預備班咧，都可以見到大家啦。郭 Sir 分享今日去到，希望咧到課堂嘅時候或者喺 live 度咧可以見到大家。我哋遲啲見，拜拜。